大家好，这里是广州的东山，我就在这里附近出生的。我去年还拍过一个东山口的视频，但是我今天再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几乎不认得了。我为什么要说普通話？因為這裡全部是年輕人，感覺大家都說普通話的。呢度係東山嘅廟前西街，我係1年幾嘅時間冇嚟呢度，今日係星期日，突然間嚟到呢度呢，發現幾乎唔認得啦。呢一條街所有嘅洋樓都仲喺呢度，全部都係我哋東山嘅標誌，係紅磚洋樓。睇下呢一棟樓呢，就係廟前西街嘅一個網紅打卡點嚟嘅。如果你係玩拍攝嘅，你一定會影呢一棟樓嘅。而呢一棟標準嘅東山洋樓，而家下邊全部都係賣服裝嘅地方，而且係賣後生仔女最時尚嘅服裝。整條廟前西街呢，全部都係衣着時尚嘅後生仔女。你一直往後睇，可以睇到很多的帥哥美女。而前邊呢棟樓呢，亦都係廟前西街好有代表性嘅其中一棟洋樓。以前我哋嚟呢度呢，係為咗拍洋樓，因為中意玩攝影嘅人係中意拍東山區呢種遺留落嚟嘅紅色磚嘅洋樓嘅。咁依家嚟到呢度呢，係為咗拍呢啲好時尚嘅年輕人。我上一年喺疫情期間係嚟到呢度拍過新河浦同埋東山口兩個視頻放喺我嘅視頻號嘅，當時完全唔係咁樣嘅，亦都係話1年幾嘅時間，呢條廟前西街係被打造成為一條年輕時尚嘅消費街嘅標杆，非常之成功，而且行到個廟前直街同埋龜崗嗰邊一樣係咁興旺嘅。我嚟拍嘅一日呢，係星期日居港，星期六星期日呢，呢度就係咁旺噶，旺到有時你行都行唔喐嘅，因為呢度又要行車，又要行咁多後生仔女，又有人買嘢，所以依家你睇到我視頻呢度呢，已經係比較人少嘅時候嘅咧，因為我要人少先拍到嘛，如果唔係我行唔喐，拍都拍唔到啊。嚟到呢度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因為呢一條廟前西街再往前行呢，亦都係啟明1馬路2馬路，呢一條街上面全部都係民國時期嘅紅磚洋樓，而依家喺紅磚洋樓下邊係年輕係時尚。呢度係毛澤東同楊開慧喺1925年10月到1926年10月期間喺廣州住過嘅地方。當時毛澤東係喺廣州要主辦第6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亦都係農講所。依家我行入嚟見到嘅唔係舊居，而依然係後生仔女嘅時尚購物。呢個月係聖誕節啦，所以呢一條路咧，好多地方都佈置成聖誕嘅場景，係免費俾啲後生仔女喺度拍攝嘅。而呢度拍嘅人真係好多啊，佢哋係拉住行李箱，帶住衫換衫拍嘅。呢度應該係免費嘅，所以拍完一個又一個，我睇佢哋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後生啊嘛，係咪？年輕就是美。依家係人手一台手機，所以人人都可以做攝影師。同時好多後生仔女係中意玩相機嘅，我見到好多後生仔係揸住相機喺度拍嘅，所以攝影係唔分年齡嘅，只不過唔同嘅年齡層佢中意拍嘅嘢係唔一樣。睇下呢啲係後生仔，呢啲係男仔嚟嘅，男仔一樣係中意攝影嘅，只不過佢哋拍攝嘅方式同我哋唔一樣。嚟到呢度你會感受到聖誕嘅氣氛係越嚟越濃嘅啦，而聖誕呢係後生仔女中意過嘅嗱，佢哋喺度拍，我又拍佢哋。有一樣嘢係好得意嘅，就係大家都係拉住行李箱出去換衫去拍嘅，而去嘅地方唔一樣。如果係退休人士咧，係中意去嗰啲有花花草草啊、風景靚嘅地方，而後生仔女係嚟呢啲好時尚嘅地方。不過唔止後生仔女啊，睇下呢一位阿叔一樣係咁樣拍。睇見呢度周街拉住個行李箱，我突然間諗到一個地方，就係香港嘅尖沙咀銅鑼灣啦。你講香港係咪見到好多內地人拉住個行李箱周街買嘢啊？而廟前西街呢度拉住行李箱嘅後生仔女呢，係為咗換衫拍攝影相。如果你好多年都冇行東山啦，可以依家過嚟東山感受下新嘅年輕同埋時尚。呢個位置就係東山百貨大樓轉右手邊嘅廟前西街，最好就唔好揸車過嚟啦，呢度車都行唔喐嘅，亦都冇地方停車，坐地鐵係最方便嘅。東山少爺、西關小姐，呢度就係以前嘅東山區啦。我嘅身份證係東山嘅號碼，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東山人，記得點擊關注我啊！今日好多謝你嘅點讚，我哋下次見，拜拜。